原來在屏東的里港是有一個姓詹的鄉民代表，去年是甲公所來申請排水溝的工程，結果伊煞涉嫌甲人鬥空，甲這清出來的1300棟的糞掃甲爛土，全部攏載去拼佇個高雄旗山的一笪農場。即馬今仔頭地檢署昨是偵查終結，照這廢清法對鄉民代表等3個人提起公訴。怪手偷偷駛入去高雄旗山這笪農地，挖開廢土，雖看到內底有塑膠桿仔、落啊、毛技術建築廢棄物的水管甲鑽甲。今仔頭地檢署去年9月初接到通報，講有人佇咧農務用地偷倒廢土，檢經追查，發現是屏東里港的鄉民代表甲工程公司鬥空，標着公所的清水溝工程了後，甲清出來的1300棟的爛土甲糞掃，再去倒佇個人的農地。經過半年的調查，檢控10時偵查結束，對姓詹的代表甲姓黃的工程公司負責人等人，按照違反廢清法起訴。明知排水溝產出之污泥屬於依法應合法清理之廢棄物，並指示司機陳某等人將廢棄物載到高雄市旗山區農牧用地任意傾倒堆置，造成土地污染，業經偵查終結，提起公訴。當初報案的都是受害農場主人，但是講去年9月份來要整地，準備甲發好的柑仔蜜種落，來到位看到規個農場攏是爛土，閣有怪手甲貨車直接出入，去報案才個代志別空。伊講甲對方完全無熟悉，無講無打大門拍開，就入去偷倒廢土，發好的1萬張柑仔蜜無材料證，損失超過10萬。即馬迄塊地安尼，抑閣有材料證做無啊？無啊，即馬無法當清楚啊，即馬伊該倒土倒佇啊，閣後迄保特瓶啊，塑膠殼啊，種無誒無誒，一寡雜物啊，一寡迄個垃圾物件。實際來到現場看，四個攏是塑膠桿仔、電線等等的糞掃，1300棟打起的爛土甲彈葉囤佇咧農場。現在檢控已經起訴，地主敢若誤望這土甲糞掃會當趕緊處理好勢，確認土地是毋是受到污染，可以會當早日恢復清掃。記者柯家族、邱朝陽、高雄場報道。